来自巴拿马共和国的巴拿马伊贝克民族舞团。如果大家喜欢他们演出的话呢，不要忘记了，如果你有家人或是呢你非常喜欢他们的话，明天晚上的7点半，在新化武德殿前面的广场，他们有非常精彩的演出。好，今天的压轴呢，最后一个表演团队则是来自于蒙古国的中歌省音乐戏剧团。